我其實喺藝術管理工作咧，就總共係做咗23年。我覺得訓練從業員係好緊要，係要佢哋將一啲知識同埋實踐係要結合，開始有啲叫做 cultural leadership 文化領袖嘅課程。當然同藝術管理有少少唔同，但佢更加廣闊，關注到整個文化嘅議題咁，同埋特別係話藝術活動咧，可以點樣幫到社會上面其他嘅發展。近年我哋睇到話香港多咗啲團係關心譬如 well-being 健康嘅貢獻啦，文化旅遊啲鄉郊保育嘅議題，點樣通過藝術活動去做呢啲，即係慢慢地，我相信呢方面嘅影響都更加多啦。我覺得咧，即係今天嘅藝術管理人員係即係需要更加多嘅技能。同埋一個即係跨界別嘅視野，好多嘢或者可以交俾 AI 去做咁，但係反而咧係諗啲新嘅嘢點樣去跨界點樣用好一啲機遇嗰啲，就更加需要我哋嘅關注咯。